是要透过伊用多才多艺，音乐甲台语结合，用伊的特色吼，也真多元发展吼，就是讲用中学的台语课程，才开始无偌久吼，开始偌久，其实有侪老师拢感觉头疼啦吼，就是讲要怎教，要怎带，要怎互囡仔有趣味吼。所以今日呢吼，咱就邀请这个洪贤老师来分享伊的经验吼，互咱知影讲安怎演出这个整体会当调更较深吼，会当更较侪学生对咱这个台语会当更较准备来学习来接触来运动安尼啦吼。好，感谢咱今日这洪贤老师这个虽然比较做这个新北市的普通语的辅导也无偌久吼，可其实伊伫这个台语这条路用音乐也好，台语这个特点也是讲透过影片这算做伊家己安尼讲，敢若艺术，伊家己回一个名，感觉真趣味，我小叮当的小叮当的洪贤老师，其实伊本身毋是讲表面安尼小小，伊是讲真正是，伊是真正经的，只是讲有透过一寡较趣味的是安尼来了解啦吼。好，咱把时间交互洪贤老师，谢谢。好，感谢经理感谢在座各位友人今仔日咱斗阵来遮，斗阵来想讲点仔咱的台语的传承安尼啦伫咧台应该讲老师我这个。第一我就咧思考我就想讲我这10年甚至10几年，我做过的代志，做一个经历安尼，咱大家无气嫌听我来公布安尼好来，要紧咱先讲这我是明志高中的老师，伫咧90年的时阵开始伫咧明志高中服务。我即马所讲的每一项代志，拢甲我教学有关系。这个咧明志高中我因我带查甫合唱团，对93年到105年，这10几年逐年拢这个查甫合唱团拢得着新北市第1名，毋捌第2名。我唔是，唔是咧拍无是要怎呢？是要甲恁讲，因为查甫合唱团比赛唱唱，唔是我老啦。卖误会啦，毋是我老啦，唱唱啦，我是讲是所以拢第1名讲第1名我大声所以拢逐年拢入去全国赛啦嘛是咧讲到这个合唱团这10几年，这嘛有影响着，跟台语有这个关系我先讲我大回头，因为我教因唱歌，毋是干那唱台语歌。客人歌，还是东人什么西洋骨头歌拢会教伊怎样发音对无？我哪有知调？来，我咧讲罗马拼音就是有这个罗马拼音有知调唱全世界歌是安尼啦。所以讲，佮咱台语罗马拼音含连着好，来，佮来要来讲来小腾腾了你看你不爱互我讲啦，来小朋友啥物来这旧版的啦，新版的是啥物呢？新版的顶礼拜我才收到台语的认证我考过专业去，新台后边差无专业所以这个分数佫无低啦所以台湾两个一个新台佫教育我拢配着我毕业吧，好，大家好，安尼好所以这句话这大家所包含一个，足侪毋是我咧讲的我可能这个历史怪安尼啦好，我这个109年，咱112年真好去得到新北市本土语言教育奖安尼嘛做这个辅导员，做这个辅导员我的感想就是哇，我看到我爱搁较侪所在来开发，来引起互囡仔兴趣。我有这人上课我感觉上大的指导原则就是要互囡仔欢喜啦。怎样呢？我后面来讲我先讲啦，你咱甲伊当做讲这个科因真正在遐他互你看，就过去你若无
分去哦，我感觉只要卖分哦，我有材料有物件入去伊的头脑哦。好，来，啊，搁来吼，来各位啊，我咧教学生吼，真重要。对顶白较即嘛，就是讲吼，我的教材绝对毋是干那课本啊。安怎讲咧？来，各位啊，咱会记108年伊正月初9发生啥代志啊？国家语言发展法开始啊，对吧？嘿，啊民国59年正月初9发生啥代志知无？无，什么人对，对，你讲我出事吼113年今年的1月初9，不管安怎，咱都会感觉足欢喜啦。迄天这个日子足好的吼，结果高中考分，因为我今年的校单有特定演讲。我就踮咧我的做迄 PPT， 拢做好啦吼，会放即个电脑内底，有人就同我讲吼，你个离婚咯，我根本无咧查，伊就同我讲，无就安怎，我讲不可能，结果伊讲真正，我电脑哪会安尼会开的啦，安怎？我去找学校的资讯组长，你敢知有一句话叫做“得考无塞”，真正是安尼。迄用偌侪钱，我拢愿意来搬啦，我的资料爱海搬啦。结果呢，我讲哦，好你加菜啊，这资讯组长用30分钟啊，伊甲我讲资料寄回来，我讲我很贵咯，好搞笑，伊个送我一包饼，足感动的，你知无？好来，这件代志我就会使私教先，我甲你讲。人拢共款，囡仔拢共款啦。上好吼，看到老师吼，拄着啥物足衰的代志吼，伊就足欢喜。啊，就特别吼，异常的足气的。我来讲即件代志，来，我互囡仔学着啥物？囡仔讲，老师你会订婚啦？我讲是，我后摆会订婚啦吼。啊，搁来呢，咱嘛教囡仔卖课税啦，哦，是不是？啊，搁来哦，卖放弃。你想看嘛？你感觉若放弃，我敢会使哭人呀，对无？我就想办法，因为教囡仔爱坚持落去，搁来哦，3分钟，毋捌说3分钟，这个心情就3分钟，是不是？伊失望啊，竟然搁有机会转来安尼，因为我进前啊，只要是迄物件无去的迄资料无去，无得1摆又转来，1摆就无啦。所以咧，1摆我想讲，当时啊，试看卖啊，真正足欢喜哦。即个我感觉着吼，人生哦，还是有温暖的吼。搁来咧，咱来做好人嘛，参与做这个手底下向下，我感觉我来做即款人哦。搁来，按即个坚持了后，再看有希望。甚至咧，每一件代志我拢会希望，去送互囡仔一句咱的小能力，咱的小能力就厉害。无几年啊，伊就法度甲迄个情景，甲囡仔讲甲大，就敢若一句话。好天就这荷兰人爱离婚啊，所以你看，这个代志我就会使甲囡仔教下做做，毋知讲毋是干课本尔，是毋是？搁来，我的台语教的故事，我是81年啊，大学毕业，我拄着迄当阵，本来是要去读曼哈顿，不过曼哈顿需要爱户口啦，爱钱，都看因为人来台湾要拣学生。我就真好去见着。头先去的时阵我讲毋知这是啥物学校，只是因为伊免钱啊，来读书免钱，好，我去了做亚国家学校的，无免钱嘛，就去。去了后再甲讲，哇，这个学校竟然是 computer science 专美国第1名，甲哈佛、Stanford 是同届去的呢，我才知吼。搁来。第2年，我参加23个国家的协教的比赛，无定期一年去过第1名所以我嘛踮咧这个卡尼好演出，我读书免钱，你嘛爱教嘛？我就3工我就教有啊，我就去教太极拳，各位恁敢知影？即摆台湾的环境咧咱这个公立的学校，一班可能有4分之1，都安尼无做。可能囡仔诚多，所以讲咱老师就是囡仔的目睭，咱加讲一寡，咱加教一寡，囡仔人生可能就无共款啦。后来我用相片来，
即我甲伊太结婚，我甲囡仔讲，伊讲老师黑人咧，我讲对，我讲伊目睭哦，有点哦，迄乌灵冰变形，啊，佮哦，伊的喙齿变形，啊，佮有四个所在变形，伊的手就亮，啊，佮骹就安尼，啊，其他我无看，所以我唔知，啊，安尼，我甲伊讲，啊，伊就讲，啊，这厝边啊，吼，啊，这个好多人吼，啊，讲到这吼，我想着。但我教太极拳咯，我甲伊讲，我教3个语言的，所以讲啊，太极拳，迄阵阵无一定太极拳，有甲大鹏展翅啊，仙人指路，安尼吼，毋是安尼哦，大鹏展翅，然后讲，因文要文音对无？哦，安就讲哦，大只鸟啊，天师，安尼就算对，哦，啊，仙人指路，行哦，基因你的路。还无要紧，你有法度有才调安尼翻译，我甲你讲，因做得到。啊，再来哦，后摆我连英文都落去啊，来，大鹏展翅 ，The big bird open its wing， 啊，仙人指路，然后学路的路，就是安尼，我一摆安尼，会使用上去教3个语言的，啊，当然，就出去啊，对无吼？当我昨看到这个时阵，我就咧想讲。因为第3招，我更快啊表演第3招吼，大家的观众朋友绝对是吼，抱我声吹咯，哦，迄叽叫啦，因为足困难，我想到遮，我就想讲，我今仔日希望享受迄当阵的声音，我要来表演第3招，所以啦，小来，先来拍头吧，所以迄当阵看边仔无人。办公室无人，我随跳起来，啊！我先讲一下，迄第3招吼，就是安怎呢？你来跳起来了后，伫咧空中用正手安尼拍正平的骹地啊，安尼有画面啊吼！我看到无人，我随跳起来安尼做，你感觉神奇的代志来了。我竟然有法度，跟我少年的时阵同款。迄个动作做甲是100分，哦，有够水！我欢喜甲大声叫啊！是因为有想的。你叫我同情心的，我有想的，你来甲我笑嘛？啊，我甲你讲正，你来看，哇，你又感觉讲，我有3分钟，这个代志同我讲，做人唔爱假啦。是，嘛拢无运动足久啊，迄伤困难袂使做。真正你讲，我今仔日吼，起床的时阵吼是用茶，因为足甜的。可能咱个一礼拜，我紧查很多，所以今仔日无法度做迄个动作，互恁看。我是讲真，人家讲真，真系像好，来，啊，搁来啊，最近看介一个，啊，我甲你讲这个笑话，我甲囡仔讲笑话，我讲吼，因为我有经历。我喺美国发生的代志，互囡仔明白。不管是礼节还是讲笑话，我甲你讲嘅，囡仔上爱听老师吼，犯啥物错误啦，吼，啥物好笑的代志啊，还是怎见笑代咯，闹鬼代啦，伊啦，我讲，你看一张遮大张啊，有成迄个台湾的黑熊咯，就成的咯，你讲怎样吼？都嘛吼，足大大，可以讲嘛，你的名吼。叫做沙梨嘛，伊一定来取一字来叫然后伊会来叫沙梨嘛。所以伊的名，可以讲嘛，咱顶边咱这个年代有一个最有名的明星叫做道格拉斯麦克道格拉斯，有无吼？道格拉斯因为叫，因为叫道格，足平大，你看到平大，连名有人叫一半的，结果咧。我来学练，去学练我甲囡仔讲甲学生讲伊拢会安尼，切就对安尼。结果我远远就看到伊，嗨dog，你讲怎样？有一天伊就甲我讲，看伊，伊就甲我讲 ，My name is dog，not dog。我人叫 dog，唔叫偌久啊。我老公我囡仔笑安尼所以来，我来，互囡仔看讲老师头前在大只，第二大只，伊讲老师落雪咧，我对啊，而且吼，因的分数分足清楚的哦。我甲伊讲我讲你唔通无老师哦，
老师哦，迄落雪时阵哦，即间啊，袂迄间啊，伊按行去哦，后壁足远的去等半手。迄种啊，大雪，我就唔大，我来用等的，你知用等的，无啦，我就知影绝对等袂到。结果过两工，门口水去互打一张，拜托我爱放咧正确的位啊！迄当时我就更小安尼啊，我咧想讲吼，伊也甲我问讲，啊你是倒一国的人吼？我可能也讲I am Japanese， 你家己伊无甲我问啊，好，你看这，你莫看落雪就好。我你讲你也无说哩，你骨倒呢，拍破囡仔对落雪的浪漫，非常无浪漫嘿。好，过来，这个人吼，这个教授互我学着啥物叫顾客。我进前哦，因为咱台湾吼的音乐系吼是爱学两项乐器，像我主修是钢琴，我的副修是viola安尼。这位吼阿东啊是阮一个教授，有迄天我就甲问讲吼，其实我就想要臭屁啦，因为我就知影恁阿东啊，恁敢若学一项尔尔。所以我想要臭屁，我就讲哦，你会晓几项？我想过来想要绝对一项。伊拢无讲，伊讲我无啥会晓啦，我别交代啊，伊就讲吼，我敢若会晓17项，17项，这互我学着够强。人愈高的人，你看遮尔啊强伊，你当作。永远看那个心肝啦，做人我感觉愈高的人真正是愈有才调，愈咱讲啊，80的油啊跑累累，我就甲这嘛甲囡仔讲，甲厝的讲互听，就是讲要甲囡仔介绍熟人会配合我的故事，安尼吼，好来，过来啊吼，咱来看吼。纽约的 Halloween 真正是安尼哦，真正是安尼哦。这因的这里嘛。咱的这里都毋是安尼啊，是毋是？因拢安尼打扮了又跳的无影，真正就是安尼。迄吼，这查甫的，你看会知？因为查甫特别去甲伊翕相，阮足欢喜。你若要甲伊翕相，伊拢会足欢喜。就是安尼。我互用囡仔知影Halloween，所以配合即嘛啥物这里，我就甲因小解，迄是啥物物件安尼。好，过来。等来台湾了后吼，各位啊，你熟悉无？这个啥？这个秀莲啊，对无？秀莲对无？这个呢？阿冰啊啦，白冰冰对无？其实吼，这个后壁这个文英阿姨啦，这个哇，边这梁思敏安尼，这个我啦，我吼，你讲吼，我是总统府的朱麒麟。陪秀莲啊去武林农场拍太极拳。迄当阵我讲这路囡仔听，我相信在座你嘛捌听过，迄个我有经验的。我甲囡仔讲，老师是总统府的朱麒麟迄神经毋知细胞咧死偌济，是安怎咧？我一看，副总统的保镖上少100，目睭看，我能咧算。我徛喺遐我边仔嘛保镖咧，我甲你讲我行迈步，我后壁看我迄个头啦当中我咧进前行的时阵伊拢会讲你要做人，我是袂使行路了所以我咧想讲要暗杀一个国家的总统、副总统是偌尼困难。足困难的啦，心里我咧甲伊想，我袂使，因为伊若看我咧创啥，可能想讲我正想我跟你炸药是一个咁样物件，所以你讲我印象真深。迄当阵咧，除了因咱这些国家要发展讲太极拳毋是干那大人，连囡仔嘛有，所以这个囡仔咧，遮尔要做人伊小他1年。就超工安排，甲秀莲到底拍太极拳。你若细汉你甲伊讲会翻车，大汉伊就袂十个赢，对无？所以讲秀莲后来拢会问讲，迄个囡仔即马阁有继续练啊？你讲人讲副总统，迄个囡仔即马无练啊？伊即马
即个会使做你的行妹啦，来大汉啊，你个囡仔大汉啊，伊做你的行妹，发现嘿。我讲有这个代志，就是讲因为这个囡仔伫咧伊咧考，伊知影伊老母袂晓趁钱啊，所以自细汉拢家己读书啊，拢毋捌补习，伊咧考研究所的时阵考完，嘛考真好，伊讲伊想的，伊感觉当初时，伊有学着台语的迄个字音字形，应用伊日后任何的学习。拢变最容易专心，在座各位老师听落去，会使甲你的学生讲，这真正是伊讲的。伊讲出容易专心，伊是102年，高中做闽南语语音第一名，伊安尼讲。所以讲你若要叫囡仔要请伊来练语音语形会使甲真正提这个代志来讲。后来呢，伊就是因为安尼。真专心会使成就做代志嘛。咱讲这个嘛是要囡仔讲，咱做代志爱专心然后头鸟出尾嘛结果呢伊即马伊当阵考试的时阵竟然佮准备台语的考试，哇！大家拢讲无人有诶，你看安尼你是毋是比人佮有加一个本领对无？来。这群台湾历来的司法官、检察官专业的训练甲学习，相信每一位队伍仪态拢同款。恁的责任是保地理，代表社会正义，沿着善良风气，就爱对恁来做起。多谢老师栽培，互伊心中佮开花。老师的精神甲行为。成就在座少年家，感谢大家。拍拍手，你都是少年家迄天有差不多160个、170个未来的司法官，我竟然佫背起来，台语我就背起来，伊9分钟咧讲啥我拢袂记啊，我就来记台语好，因为老师要代表台湾比赛后来嘛爱表演老师弹迄条曲是40分，伊查某囡仔的体力来讲，你舞台弹40分，毋是足简单的，你真正体力爱好。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讲，我用我这个例来甲囡仔讲老师的坚持。啥物咧？伫咧第3月中的时阵，我有一个所在，我第3月中头一段，我安怎练都练袂了。阮全系的老师，我拢问过啦，基本拢练袂了，一直到比赛前一天6点，我永远会记的6点，我练起来。真正的比赛前一天6点，我用这个来甲囡仔讲，老师教过偌侪课，老师安怎坚持，所以你只要方向正确你继续拍拼，成功就袂远所以讲，我这10年拢用我家己经历的代志，不管是我家己跋倒还是啥物，各位我跟你讲，等下我会甲你讲我跋倒的代志袂使甲我笑要不来食送目镜各位同学有听到无？好，来，咱看到这就好因为这摆的比赛因为嘛伊也台风所以伊会得到6000块。自礼拜开始伊顶摆也要出去了，甲我讲我要来趁钱迄摆自礼拜开始，我开始爱互伊一个考助，因为伊会问我讲6000块，我讲我你欠起来，过无偌久，伊讲你欠在倒位？欠在我遮，伊讲我要欠在我遮，再甲你
这真正就好接触你。好，下一个。联系高中的李红艳老师，因为台语教了真好，所以我高就甲颁奖。这一年来，嘛甲伊后生过回来拍影片做演出的，我囝两个人呢是同齐来推动台语，所以这个土地来奉献为重要。你拢有这啊？是要做先哦？你莫看我瘦都无办，我敢若无爱食吧，娘娘。甜咯，我是少甜的呢。台语的甜咯，讲的就是甜的点心，这是大学生李专联合作台语老师阿母李红艳做伙创作的影片，让人听用趣味的表达来讲一寡较深分的台语。李专联讲，伊厝内拢是讲台语，看到台语的流行感觉真可惜，希望用影片来推广。我感觉台语是生活的语言，好，咱大家就好，好。好，来，杜峰诶，小明刚对在这里足水诶，你有看到无？来，来，今仔日吼，等下吼，咱若咧离开之前咧，咱每一个人爱检查手机啊，就是讲吼，看你有电话无吼，无电话就袂使走哦。你看我有小铃铛，我来看我有小铃铛，好来看，来，咱1分钟就好，我再甲你讲我咧教啥。什么口味？哦，是头，不是口味。你真正是来乱的嘞！哎呦，来知影厝里的代志，你来看好的小叮当。哎，我年纪了，你干嘛不叫习惯叮当前？叮当慢慢来，实在得3年多啊！我看你身体上来的，够用够用，逐工敢若一只狗在那走来走去，害你看你一款年纪的啦，你真是无条件。是讲运动的时，点点一条时仔紧，实在真水呢。你讲安尼是咧甲我报，也是咧甲我考试。我陪你看咧，太敢甲你正头倒下。好，大家就好。这是第1集，目前哦第7集，后礼拜咧第8集，无法度伊会好好要考试啊。我甲因押韵创作，来，恁调一摆我调，看有无？这一我是音乐老师，咱咧2部合唱，是不是？对，我讲我迄当阵吼，大新歌安怎大新歌呢？来，就是讲可比讲这个押韵，我有囡仔学着押韵，这押什么韵？伊吼上好，伊的时阵你笑眯眯，伊有发现哦，这有发现哦，不是讲，我搁加上啥物？来，这可能袂使。你袂受困难，我做没错。哎喂，迄个袂使，我配合太演戏，迄个动作，爱按到这样，你袂使运动上欢喜，安尼无迄个感觉哦。来，我就配合我的太演戏，你听会考，我够可比讲加上体育课来运动上欢喜，好就是讲袂爬山高中兼电视，充满笑二比。对今嘛开始，无话清得起，世界走动也好奇，接备身体的气。伊今就想要来升级啦。我讲，哎呀，飞起来！即嘛安尼，规个校园啊，拢听着运动上欢喜，伊就要甲我升这个事。要说我这个事吼。我嘛真老干的，我袂安尼互你算，喂，来互你算啊，来，来袂开啊，安尼，我讲这是重点，这吼无材料无法度开，我再互你算安尼，所以讲，安怎这个开始吼，因为较多哦，摕到我这个事就感觉就轻了，好，所以这个押韵创作。这样伊就背起来，对无？
好，过来呢，过来会使搁较弹出去哦。我的教学常常拢是安尼弹出去的哦。你看哦，来，我这嘛顶下写来，运动上欢喜，上欢喜啊，上欢喜，好就是讲第二啊，好就是讲第二，有影爬山斗表咸面是有够忝的啦。拢嘛笑眯眯，嘿嘿，对今嘛开始，安怎保卫穿落去？自家走拢仰头旗，接袂身体去，赞啊！就是讲囡仔爱有责任，所以上一个台语课，因规个拢有精神起来，哦。啊，毋过咧，我讲我大心肝，这步我做毋对，过来我就来做，啥呢咧？我叫人改你，较无行为是下无，我一个有法度改，一个就。无可能，无可能，啊，这就是我叫人改，无可能啦。哦，啊，过来嘛，有观众朋友讲看无啦，敢会使有花无？啊，所以讲第二集开始，阮后生就顶悬台语下骹花文，第二集开始。啊，目前到第7集，吼，啊，第7集吼咧讲华台对照安尼，我的编剧我头讲，我写到20几集啦，啊，目前拍到第8集安尼。哦，啊，就是讲每一集有伊的标题，伊主要要互大家学到啥物？拄我开始想多啦，无迄个程度。各位啊，你敢知影？因为我这1两天我代课，我发现到，因为我咧学校拢全台语，咱台语老师也是讲吼，想要甲这台语传落去，其实吼，我相信大家咱会晓讲，咱会晓讲台语，但是你有跟面对阿孙那时候，不要转头就变成国语啦。你赶快台语安尼讲，伊会愈来愈巧，你放心，绝对会愈巧。啊，你着保持，跟我同款，咱尽量保持拢是全台语安尼对口来讲，你就有法度有迄个气氛，迄个布置，迄个情景安尼。所以讲，我会感觉讲，我家己的班的囡仔，因对台语的足敏感。啊，我因为去代课，我发现着，我讲规半我毋知我咧讲啥。原来就是做迄个台语的顶进式的环境啊，好，所以讲这是我这1两天我发现的，哦，好，啊过来，这是因的题目啦，我讲写一写就吼，影片内底是最红色啦，吼，我这种设题，因为吼，我同你讲，你若互囡仔先做设题吼，伊会足讨厌，但是如果吼，看影片一定要有设题啦。哦，啊，个说题这个足开放式的问题，你只要有看，你一定会晓安尼。哦，啊，过来，你看，这是第2篇搭水果的说题，我咧怀疑是毋是吼3秒钟就停咧遐个抄啊，写啊伤认真啊，哦，啊，过来，这是第一个，头一个，啊，拄啊咱第1篇的说题，啊，过来问安尼，过来，做书安尼做。啊，我甲你讲啊，这真正是拄我开始啦，到今仔到底。啊，毋过这无需要学啦吼，我自己甲你讲吼。学袂听，这是头一年，民国93年，我甲囡仔，啊，搁这外班，啊，即马拢咧迄个主科啊，我一个月趁10几万咧，这几个啊吼，中啊迄个毋是，敢若中啊迄查某诶，啊，剩下拢查甫诶，真正，啊，拢是啊。所有这些物件吼，拢是我家己写吼，啊，甲囡仔斗阵安尼。啊，这位是阮学校吼，是出赞的国文老师，哦，啊，毋敢讲爱珍惜啦吼，因为伊退休第2年啊，就往生啊，啊，对，做效果。安尼还说声，多谢。我讲我一个怪事啊，一般吼，若咧弹钢琴吼，这拢会撇起来。啊，我坚持，我讲你若甲我撇起来，我就袂晓弹。因为你会撇起来吼，你会看着迄边咚，啊，我就无法度专心啊，我交代，我啥物拢，你绝对袂甲我撇起来。你当阵吼，敢若肉粽，比我今仔大，较大20公分。你美国比即嘛，10公分，我就爱食 cheesecake， 我拢未食一块，所以两个就碰见。啊，这个寿司吼，这个韩国人，我讲这地方就是安尼啦吼。
因了无我比啊，啊，迄个指挥是南美洲的人，所以我讲这联合国。这是第一乐章结束。这你看，我讲，嘿，恁少热情诶，我就摕这来教囡仔。一般咱会看伊叫做噔，就是要拍扑啊，袂使。第一乐章甲第二乐章，第二甲第三拢袂使拍扑啊，爱最后你爱顶调会使拍扑啊。因为你毋是音乐嘅，所以袂要紧吼。你当初吼。美国吼，伫慢慢教囡仔吼，来你看，我教因讲啊，音乐会礼节就是讲，其实我袂拍对无？过来哦，迄当初民国83年转来时阵，台湾哦，共款就是讲吼，你会使炸花，去献花安尼啊吼，美国已经袂使，你若要，你袂使冲去舞台啊，你若对下骹安尼献互人，这款礼节，我感觉敢若10年来才有，咧民国80几年、90几年拢共款用唱的共款。所以我就囡仔教这老师的经验，讲互囡仔听安尼。老师嘛，这件代志嘛做得够好，我感觉人人生拢是学习啦。你敢知我做完，足欢喜的，要结束啊！我要转来台湾啊，因为阮阿公吼，阮阿公要等我转来要出山，所以我就想要转来。我一直想讲我要转来，我过转咱就坐飞机转来啊。所以讲无等美国生活啥物安尼，这是足可惜的。过来咧，就老师咧美国特地弟我讲互伊听，而且要互伊知影来，这款药啊，来，我甲你讲，这款药啊，因为我咧练 New Skin， 我咧这个毋是咧替人广告啊，这款药啊，你看来美国的时阵，我想到即马我保留到即马，我甲囡仔讲做代志咱来坚持，搁再坚持。我咧练的时阵，我已经双手拢是废啊，因为练得闭气啊，练得闭，我一工爱练6点钟、7点钟，就问老师要怎，迄个比赛啊，手足疼，你凊彩挂一空啊，而且爱用迄个所在一直动，拢无休困，那有可能迄伤会背好对无？就伤背，因就讲老师就讲你本领是紧一个啦，迄叫做眼切，OK 咱度安尼啦吼。我讲我真正领会了，结果愈听啊，我感觉袂认我啦，所以从来早转来台湾，顶礼拜啊，较早，马西，咧点来落水，因为我顶礼拜有一个演讲要来宜兰啦，我要宜兰演讲，就碰到你啦，我点落去了，毋是，互你教在，迄30年啊已经。打去啊！死啊！我这个气了，30年，30几年啊，民国83年啊，对嘛？几年？30年啊！我突然间，气起来，我甲囡仔讲，你看这款药啊，老师迄当初的真影响老师遮尔啊坚持。你讲啦，无啥物拢好听话啦。老师等你报道的代志讲互恁听，你连听到就爽，因为你拢比我喜好。来，
我一定甲囡仔讲搭水果，教囡仔吼，搭水果是啥物啊？写遐尼啊侪物件，其实啊，简单来讲就是两个人哦，搭来搭去啦，而且还注意哦，搁来小白嘛咧内底，毋通做哦，搁来唱歌拉曲，搭水果较痛苦的是爱有道具啦，爱有道具，你来做伙，迄是较痛苦的吼，来，咱来看即两个。嘛，要看进前，我要讲一个人哦。我感觉吼，咱台湾的神拜，就是互我感动着，互我感动着。我感觉讲，就是因为看着因安尼即款付出，敢若洪富老师，敢若杨春水老师安尼哦，安尼即款付出，互我感动着。迄当中吼，一个姻缘2年前，必须爱就是一个机缘，我会开出，叫我训练我的学生去参加比赛。毋过我手内无过啊，我完全无啊，就是高雄的王宗宪老师，伊讲我会互你用啊，我会互你用，一般人哪有可能啊？伊啥物拢无趁着，伊的智慧就安尼免互我学生用啊，我永远甘心咧，放咧心肝内咧，这王宗宪老师写。伊写的歌，我当然有一丝改，毋过卡本真正是出，这真正是人厉害的所在啊吼。进得了进入了吼，我迄个改歌，我会改歌，我音乐老师，对这歌来对吼，我讲囡仔多来上我的课，来我就改，你会晓听，会晓念的。来，各位先生，我感觉足注意哦。我安尼设计哦，顶一回吼，迄个演讲吼，竟然吼，各位老师吼，全部甲我念正评、倒评拢唔念。即摆的课来，我就改，你会晓听，会晓念的。来，各位先生，我感觉足注意哦。我安尼设计哦，顶一回吼，迄个演讲吼，竟然吼，各位老师吼，全部甲我念正评、倒评拢唔念。即摆咱是全部念倒评，正评唔念。其实我的意思是，恁就注意咧吼。好，来，过来就是上亲近的土地，就是我徛起的所在。一定爱互囡仔知影讲，咱的本土千万唔通看咱家己看无啊！千万唔通啊！所以讲，我会教互囡仔知影讲啊，我会报中3年多。即个唔免看 YouTube， 我就来看即个即个影片内底互囡仔知影讲3年多的花是啥物花啊？咱的阮迄当中上最代表台湾的迄个3年多这个秀英花，秀英花等下互你看吼。3年多有一条布花呢，迄几条哦，我细汉的时阵啊，来阮后头厝遮配合花进前的3年多风采会安怎？有的人毋是3年多，你用小麦，你会报中，你都一样有囡仔讲，我会报中进科证，我讲你宜兰人。好来，我问囡仔小麦，我可能有的人我唔知哦，3年多的头发，咱就知个山顶坡，3年坡是泉州区，所以爱较加山顶坡，还是山顶坡，还是山顶坡，山顶坡。这我是编调了，知知？就是先摆。伊嘛安尼足无看功夫，安尼甲我讲，这是啥功夫？但是咱拢唔知，我嘛唔知。
迄先来甲我讲的吼，哦，啊，过来，这个秀莲花，我拄好咧翕画尸体着，即马搁有，啊是，有这叫做，迄秀莲花，迄做香片，啊，即马无啊，吼，啊，过来，因为这个内底讲到这个地理吼，咱莫讲看，伊一定无法度，道理无法度教吼，啊，内底就直写讲吼，这个红花，对比安尼。啊，我想到小摆有囡仔，你讲听读书若无认真，后摆你读3年多代，对无？啊，意思讲哦，无嘛吼，啊，大汉是啥物？西学啦，大学啦吼，啊对啊，这个讲3年多出路满甲本数啊，后来因坚调，你先摆甲讲，因为大部分拢在咱南部来啦，云林人啊，所以讲，呀，拄无家己啊。你袂使讲人是笨手，讲人弱啊，安尼想嘛是啊，对无？咱爱因咱团结啊，阮3年要讲咱云人上多咧，有听讲啦吼，啊，过来，啊，你毋知影3年多啦吼，来，好比啊，都市诶都你知无？二楼，你讲2楼，因为啊，啥喏？因为风台啊来啊，会淹水。所以哦，咱都最重要嘞，袂使互伊淹死啊，就是迄个。啊，过来花马，我是花马花呢，啊叫花马花是安怎？因为风太来就淹水，就花马花，有花嘛吼，花的马一定淹水的嘛吼，啊配外个布花啦吼，啊阮的更比较万年笔，啊猫啊个猫啊布，安尼。这是阮遐特色的讲法咯，来你看，来你看，配花布花，布花，即摆拢无共，你看，啥物伊的屁股的顶端，因为下骹会淹水啦，拄的意思共款，所以咧顶端伊的布拢对顶端弹落去啦，所以我就小解这包括这个经过我拢无经过的，所以讲囡仔哪有可能知影？这是我较顶一代的，毋则讲咱若做电疗，就会使互囡仔知影，过去是安尼，安尼，所以讲一定要互伊明白，咱这个咱徛起的所在，就是上重要。我咧美国时阵吼，竟然无认为去看到去熟悉到一个阮若是讲台语，就知影讲你对倒来，讲。因华语嘛是会使啦吼，我讲你台北腔啊，伊讲对我会晓讲啊，我讲你倒位啊人3年多倒位啊，花马花，你花马花倒位啊？伊讲咧，原来啊，伊讲你是李厝的，伊是叶厝的，竟然咱的这顶一言是咧旁边啊尔，竟然你美国熟悉，好来。我今摆来讲哦，83年我对美国转来，迄当阵台湾钱银行啦，我迄当阵就开始过2年有一个因诶，你看一个26岁个查某囡仔吼，我就加去加到看守所，安尼90年我就考入去3年多，会使看到即个民治高中，迄当阵就有因诶开始比赛，比到即阵，无要紧，后来。真正无乖，无要紧，有通看就好，会使落去嘞，迄当阵我就讲到因为学生进入个国赛，我想着讲，钢琴就轻巧呢，咱看了一寡先辈会安尼做即款戆代志啊，家己的钱摕出来，你处理啥代志，敢若咱的拿出税，咱拿出税先辈甲洪慧老师因拢毋是人，因那是神，知无？真正是神的，尤其迄款互我感动着啊！我会感觉讲，我是咧 AI 啊，我咧做一项啊，所以啊，我咧想啊，当我被传呼的时阵，我是咧留下啥物？我所做的一切，我咧留下啥物？所以讲我继续去投降看守所，甲做志刚老师。迄当阵8几年，我是咧教即个内地教因是用音乐希望咧唤起因影讲互因的即个咧做好人即个善良的心，家叫精神啦。即摆毋是哦，我是咧内地教因台语歌，对于台语歌来学台文，即摆嘛是，你看这是民国85年的报纸。85年迄个名吼，今年我95年才出来年，今年就迄个名，
安尼无方法啊对，啊所以你当初，因拢生做安尼，真正就是安尼无头章，拢像蛮摆脱安尼。啊，我近摆也去吼，我捌有一摆听到因为讲，大石头来啊！好，所以讲我继续坚持到今嘛，我感觉迄个所在，我有法度，我定定咧讲创造我个人力量的价值，所以我愿意，这拢也是同咱做无钱的。如果我有做做，我嘛看有做做故事，甚至啊，有一摆有一个小姑娘，给跑到印尼，说老师你看，我有妊娠纹，妊娠纹一家哦。我永远会记得，人讲迄叫妊娠纹。啊，有人小我有给家妈妈，我看气质怪怪，记啊，你哪会来遮？因为讲伊故事给我听。啊，因的故事虽然无共款，但我感觉讲我甲珍惜真啊。我会甲这故事甲囡仔讲，当然我拢讲台语，所以我讲我安尼长期落来吼，囡仔对语言就敏感啊，甚至。一般咧讲叫人食到啥物，拢袂记讲一件代志，因为我亲身去行过，我才知影食到个人常常无喙齿，伊拢无喙齿哦。就写落去啊，啊，搁来包留住啊。就是迄喙齿会无去，迄真正会无去，迄钙可能会流失的款，所以教囡仔唔通捌。啊，我买来问啊，有啥物素士康啊，素康啊，啥物营养甲放久的，老师你买吧，你是吧？你会甲我共款，你无可能，你绝对会甲我共款，所以我会记的，我袂使吧？我嘛甲大家讲，卖后悔，因甲我劝的。啊，3月2日我要去，无定期看到吼，有迄吼。迄个受孕人，即摆看迄年纪有够轻啊！我就问啊，因为我讲这里想写那只水啦，那是咧抄因咧抄圣经啦，还是抄佛经啊，抄啥物啊？我讲伊讲伊写啊，我看吼就写来，我讲你几岁啊？伊讲31岁啊，31岁啊，你是讲啥物做？我来你食豆腐，伊讲毋是，我袂懂。我已经过10年啊，10年，我讲哦，你另外管一句哦，管，即摆爱管2年多，即摆爱管2年多，可能个月来几摆啦。伊讲哦，都有看加上哦，进行的诈欺啦，做车手哦，可能爱管5年。我是讲哦，等我出来哦，我无想要即款生活。咱做老师袂使讲，无可能啦，绝对无可能啦。咱当然嘛要赞成，对，绝对会使安怎。咱就是去甲伊个善良的心来做真事嘛，是不是？所以我咧做故事的啦吼，林刚吼，我在讲互你听，我常常要甲写落来啦吼，搁来，这是因回馈互我吼，回馈互我。伊讲李老师过来，因为讲过来9工厂，啥叫9工厂？我咧头讲，头前看守所吼是全台湾上过来看守所，所以吼伊内底有2000多人，我若一套教材吼，每一个工厂来工厂拢讲完了爱1年，因一摆8到10万，比咱侪人，足侪人安尼，这伊写吼，甚至来我连大地火声。头一条来就无声，足侪人就开始哭啊，拢查甫个开始哭，想着老母我嘛无干骂，就是讲家己的经验，就是讲用迄款即个柔软的话，互因善良，搁再起来，安尼，好来，搁来啦，人也想要做好，平定的行了来到啥啊？连100块人。我就想讲，无张皮看到后面册出现一个，阮3年多有一个吼，实在是善良甲吼，做足侪好代志的。我是听过来有甲我家己讲，我想要熟悉。一个机缘，我熟悉伊呢，甚至我就甲讲吼，煞嘴讲，可有机会我会使教咱即个3年多区公所的局长唱歌。
你嘛吼无定义，慢慢随讲好啊，按着安尼结缘到即嘛，我讲我是个重金礼聘哦，甲阮哦沙林波吼，即位吼来大家讲的大善人哦，请来咧吼，第三啦吼，阮的班长哦，第三。我讲对伊的查甫吼，我感觉人生上大的学问，毋是咧学校，是咧社会。咧社会走条了，甲人斗阵，甲人学习。我伫咧身躯顶学足多，我嘛这甲囡仔讲，对社会所有的老师嘛是学生，来教囡仔。我讲到即嘛，我先来用台语来讲。你讲老师，你讲会认真就讲袂认得袂要紧，咱会使用咱会晓的词来甲变成台语。你若听久伊会惯势，我嘛会进步啊，是不是？搁来，我跟你讲，有影，有啥物人无人比我惨？你到底有人诈骗无？无，我有。来，现在我要改名，95年我去拄着诈骗集团。诈骗，好，这个代志了，我用足侪年我才搁徛起来，因为我感觉讲吼，我无去害人，我哪有可能去用骗？真正我有去用骗，我甲你讲，我吼去用骗190万，190万，迄当阵哦，我甲你讲，迄真差吼，真差无去自杀，因为两个囡仔爱过足细汉，所以无去自杀，毋过是足艰苦。我决定我要讲互大家知影，互恁知影讲吼。真正卖靠势啦！你讲你无去害人，人会甲你害啦。所以讲爱加甲问一下安尼。过来呢，我后边也知影讲因为我家己用骗，我才教大家讲，咱做老师最重要，尤其是成绩较后边，你莫有行歹路。差不多1年外，我收入破国数99，外国搁第2名，89万第2名。有人搁骗比我多，我安慰一下安尼，我就第1名。即摆会讲啊足好笑的，迄当阵是足艰苦的死咧。毋过我若做一件代志，互囡仔看到，就是讲妈妈虽然用骗，毋过妈妈无向任何人借钱，1仙5年我无，拢是靠家己搁徛起来，做互囡仔看福气，做人爱福气。教囡仔尽好心，讲好话爱做好代。互我家己知影，我做一个老师，因咱教囡仔是3岁标配、5岁标配，所以讲咱老师最重要诶。这就是家己讲家己最厉害，无是厉害，是咱最重要。咱加一寡爱心，加一寡耐心，可能囡仔人生就无共款。好，即马20几岁会倒咧，有缘投无？我咧讲有关注恁诶。无啥，我好，算了，有看到伊就好，来，搁来，我结束吼。好，来，安尼就好，来，好，安尼就好。我要讲吼，这个访问吼，互我知影讲，咱做老师吼，目标爱成功，无绝对袂使吼，会为着民主。就有回来，我甲你讲，像我讲这件代志，我人生出大汉，我讲我甲囡仔讲，老师做唔对，恁学着老师讲，后摆做代志爱较思考一下，过来学着讲老师的精神，唔对，咱就承认。因为阮即摆的这个英语歌嘅比赛，我唔是主角，真正出上大力，是咱济南教会的技术陈慧玲老师，慧玲老师厉害，我要逃走。慧玲老师，你有小偏有无？明明就有，我甲你讲，你这件代志吼，我看我心肝也足久，有当初我讲，我平平安尼讲，因为吼，记者访问我足欢喜的，我要用台语我就看伊，结果全无记，无记我这个好姊妹啊，从我无讲，一直过足久，毋知是安怎回去，互我知影讲我唔对。我迄当阵哪会使无请伊讲话吼？这是人有尊重，人真正是敢若耶稣的精神，拢无被人计较。自迄摆开始，我就甲我家己讲，从此以后，我只要搁得到第一，搁摕到金牌，我绝对来指啊，你信？真正
顶礼拜，你若看顶礼拜新闻，你会发现着拢只啊出现，因为我拢记，我无咧，做毋对代志袂要紧，啊，咱爱改过。我就摕即件代志甲学生讲，老师毋惊你笑，我就真正做毋对代志。所以讲囡仔吼上爱看老师有啥物见笑代啦吼，啊做毋对代志，啊重点是老师做毋对代志了，伊要改过无？係重要啦，你袂使講無改過啊，吼，是毋是？哦，我就用家己行毋對的路，吼，啊，佮家己做毋對，啊，佮失敗的代志，安怎爬起來，吼，囡仔知影，哦，啊，佮我會了解特殊的問題，啊，這嘛是共款吼，因攏是吼，攏安尼四過去表演，攏是足有北長的人，吼，啊，佮來，哦，這個，不要緊，這個老師哦，我嘛互囡仔知影。永遠咧學習啦，我講，開始做完，到頭一工伊就無去啊，伊就走去日本，而且喏，咧學日本語，因為對日本語頭哩甲無人少感動，即位老師好老師，我嘛有囡仔，囡仔你吼伊本來伊講伊無法度報名，伊甲報名嘛有報着吼，我直接叫伊現場表演，好，啊過來，所以講我感覺有效率，就是講我甲學生有互動。啊，有明確的教學目標，啊我吼安尼，咱的物件隨時咧改變，看今日發生啥物，啊咱然後互囡仔成日來，吼，啊一禮拜聽老師講4.5分絕對無夠啦，所以講咱一定愛3不5時踮咧厝的吼，一定愛摕來到，啊甲大人講話上重要，安尼一定會進步甲愈來愈高，你千萬毋免想講哦，你教教材有下啥物課講哦，毋免。你就盡量互伊講，一般來講，我無差傷多啦。啊，我會互因知影講，吹頭路先多元咯。啊，而且咱來做生意，會使抽筋咯，較開心，而且互你人生做較自在。啊，咱自咱家己做起，財務掛水準，吼，好。所以我今日我一定有講，我聽嘅時候，因為時間做咧到，好嘅老師是絕對無要互耽誤大家啦吼。哦，我嘛有囡仔看這環保的，哦，安尼因家因吼，比如講，個環保計劃、國際計劃，就是講甲法治計劃，我之前我就要做，因為有這個議題，我才發現到講，原來我做的攏有配合到安尼啦吼。第一個我足好用，來，毋過咧，咱今仔日無時間啦，吼，我要互恁看講，我會互囡仔改，即真正改互伊看。因為無知條算起來啦，我講嘅，毋過我就改互伊看，啊伊看久伊就會曉嘛，吼，好，咱今仔無時間通我算咧，我要直接講就是吼，好來，我記細漢時陣，因為歷史是真大條，啊有一個阿姐，啊伊咧做火車，咧咱個年代哦，嘛人往生大部分攏是土葬，對無？啊，迄火車吼，見擺吼，因也有人叫火車，啊，阮囡仔就愛去，會使鬥插花，會使趁10箍。啊，我會記得細漢伊甲我講，阿妹，你咧學鋼琴吼，啊，你後擺吼會曉彈的時陣吼，啊有人出山吼，我會叫你去講。結果咧，我就真認真咧學，結果阿姐轉去啊，無了無一隻，嘛無叫我去講。啊，毋過咧，我就想到。我細漢有一陣嘛，我就想要做一項頭路，就是我想要看網，因為哦，我是想看下，我筋骨較恁仔嫩，哦，啊，過來我節奏較好，我安尼啊，過來看網咱穿就水咧，啊，過畫種畫啊，畫完了就水咧，啊，過來，你唱歌我嘛曉唱啊，哦，啊，過吼，啊，過會跳舞我嘛真會啊，哦，我嘛最厲害啊。我感覺看龍真適合我，後來咧，而且我想誒，想較遠誒，啊若辦吼，無住靠無是跳路就起有片頭，我應該嘛會使讀，應該是袂歹誒，毋過天意無安尼安排，我做一個老師，我做誒雖然無共款，毋過攏是希望咧做傳承誒代志。啊，都迄是講互恁笑啦，吼，今仔日吼，而且就感謝大家。雖然 PPT 有個出一寡問題，而且出大問題，不過我想，我嘛功夫真點，
希望大家知影讲，这10年来我会一直打拼，互未来囡仔，咱若是咧教学的过程中，会使有新的无同款的体验。啊，今仔日真正就欢喜大家来遮。我最后要讲就是讲，吹这第一，我逐工拢无把握，所以我会把握每一工，安尼做今仔日的结束，安尼好不好？如果到这个 Q&A 时间，洪伟老师你唔通到啦。你个有所以问题要甲洪伟老师请教的题目的吼，会当请举手，好，来请。我想问老师吼，你用专台语教学吼，安尼有技术上的学生，有些电话讲，你用你若华语讲嘛，你用台语讲，听无啦，所以我就偷来问啦，我就慢听。看成这个很有教。来，绝对有，而且上学的是2年有一班，有足大声，伊就甲我调侃。我只听得懂国语跟英语。你敢知影？我就过去。29 years ago, when I graduated from Cleveland Catholic University, I got a full scholarship from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 paid nothing to get my master's degree. A lot of foreigners learned social martial art from me. I think at least I have to say native. 我开始讲，我讲一寡安尼个，踮咧伊，即马是无即个动画片，无我就坐互你看，我嘛翘脚咧甲伊看，结果伊听完了，从此以后，其实囡仔拢甲咱唱军当啦，哎呦，你若有法度，伊即马咧录影，所以我袂使讲我真正心肝来，我袂使讲啊，伊会感觉讲，你有才调哦，伊会甲你的即个改善吼，甲你提悬较济，有绝对有。若是这是较汉，一般汉的人伊会甲你讲，老师我听不懂，不要紧，咱若是好了甲伊讲，啥吼？这个低进先教育，所以我这2天大课吼，我发现到，我全台语的班，甲无全台语的班差足济。哦，伊渐渐就会去了解到，咱已经袂记细汉的时阵。咱是安怎会晓即个语言会听嘛？哦，过来我一定会互囡仔一定爱讲话，伊对讲话内底，我才知影讲伊到底是倒位啊出袂过，毋是一直听我讲啦，毋是。所以伊咧讲的时阵，我常常伊直想要直翻，伊一直想要直翻。可比讲啊，你今仔日穿安尼很怂，怂要怎讲？伊就甲我讲俗气，啥物叫俗气？俗气。就直翻嘛，对不？我拢说了你啊，不要紧，你就用你会晓的，你就去想我会晓啥物，因为连我上课的时阵，伊拢会听我讲台语，伊加经验会去吸收着。所以讲头起先，咱拢好咧甲伊讲，就好咧。囡仔有当时伊会晓，只是歹势。这个年纪这个囡仔吼，就小年时啦，听人甲伊笑啦。所以讲伊会惊，所以咱用鼓励这个方式吼，就好用安尼。上项的就是咧，你鼓励我讲英语，我就甲你唱英语安尼啊，伊就唔敢，即马拢就鼓励，唔敢假笑。安尼，老师咧会使咧，安尼试看卖啊，老师咧试看卖啊，就像因为咱这毋是考，莫互你感觉我无介意，莫互你感觉佫是考试啊，足讨厌的，爱互伊感觉处理为前提，处理为前提，内底有放着咱的互伊有能力、知识，安尼变成伊的态度，就敢若伊课讲所讲的，知识、能力、态度有去，就若变成伊终身学习，安尼，多谢老师，多谢老师。你做球互我咧，我会使教伊咧。其实咱的教育部已经一步愈做愈好啊，甲过去无共。我想讲，你的囡仔已经即马就大汉啦，即马是愈做愈好，愈做真正愈好。咱台语的教育吼，听说好写拢爱有，毋是干那用讲的。
所以我是感觉讲，我对咱的政府真正有咧认真做，真正有咧认真做。那所以讲，咱缀的这个骹步吼，大家对家己也有信心啦，对家己做起。我常常咧讲，其实真正爱真正性的教学。你试看下啊，全台语囡仔伊咧，咱讲啊，试你的底线啦，拢咧试看你的底线。发现到你刚才咧讲台语，伊就愿意接受，固然就真正会接受。囡仔就敢若敢若迄个海绵共款，真正敢若海绵共款。你刚才我教台语啊，教到即马还有听着一句话，老师原来你会讲国语哦。那你就知影，我是真正全台语的。原来你会讲国语哦，都讲全了。刚有迄是为了，所以这种话，海米啦，其实拢是讲华语嘛，所以我若入去开始教这个囡仔，我就是开始就是台语吗？是啊。我是安尼。先讲嘛，咱台语我开始讲我是台语老师，台语咱来上台语课，我就开始开始就讲台语，就总会讲华语啊。我会使拢安尼，咱咧想看卖，咱请外师、英语老师，迄阿多啊来，请问你来甲你讲啥？是咪拢英语？同款的道理啊。我就是安尼，我就甲我设定的即个角色安尼。你袂甲外师，你也袂甲外师来闹讲，你哪会使讲英语？伊这个认定伊就是讲英语啊，是毋是？所以讲我感觉是真正是惯势。参像我咧代课啦我就讲，甚至OK， 来即马7、8年，就是即马有代语，佮去代课9年，气氛拢无共款。你讲你咧9年，伊拢无接触到伊足兴奋的，真正足兴奋的。毋过因愿意听，感觉就处理安尼。毋过7、8年，伊也惯势安尼讲，因会感觉足自然的啦，会足自然的。我就甲你讲，伊咧拢试你底线，拢咧甲你试。所以讲，伊咧甲你试分量，我咧甲你试，你若坚持落去，伊绝对会缀你下步。这是我做到即马的感想，我的感觉就是安尼。老师，我另外我觉得我该讲台语，若陪我华语的时阵咧，我是要倒来伊换另外一种台语来陪我，还是讲家心咱就是用华语接受。我开始伊绝对甲你陪华语啊，袂要紧啊，你会使，我会好咧，问讲，即句话台语你感觉你要讲，安尼我甲我鼓励伊一句两句，安尼就出来啊，我甚至我学生到即马今仔日的课啦，真正咧你讲我面头前胡说八道啊，足大方，足自信，我袂讲啦，至少有自信。虽然讲唔对袂要紧，伊知影讲伊讲唔对，我袂甲骂，嘛袂甲笑，伊就愿意讲，有愿意讲，我就知影讲伊到底问题是倒啊。我今仔日知影问题就是讲我袂讲。伊的自信最重要的啦，迄先出来安尼。所以我建议老师咧，伊绝对是甲你讲华语啦，绝对是的。咱就豆仔甲成，豆仔甲怪，拢是安尼怪来啊。是不是？希望今仔日我的经验因足侪人老师一定足侪厉害啦。希望我行过即段路嘛，互你对家己未来的教学有无共款的思考。你嘛有才调的所在，你也甲展现出来，安尼唔免惊。囡仔会足佩服，对你足佩服，安尼好无？这个机会，咱请黄贤老师来中咱做伙，咱对这边安尼去相互一个做伙，做伙一个啦。老师，来，咱做伙来，咱自己咧中，就安尼过来，那是，我来，放下来。来，咱这个有说有12万使摕出来做伙去好无12啊个有一人一分会使摕出来做伙去，好有无？安尼有无？有来，伊当坐较贵后尾咧较边仔去袂着咧会当较集中咧，咱转到中咧老师，我老店去较多迄个礼拜。老店，即摆才有开放互人去无咧。讲台语，讲真欢喜啦！讲台语，真欢喜。
感谢大家，那感谢后面老师今日精彩分享哈，咱这个希望各位会当对后面老师的参考哈，会当一步一慢慢来讲，这个咱台语的天气啦哈，咱6月份呢是6月12哈。邀请台湾历史大学进行这个音乐组的组长担任副教授要来给咱分享台湾音乐史、台湾文化史的主题6月12，请大家再继续来咱台语参考讲课，感谢大家。你来你无甲我讲。我做不好，你讲我做不来，你上啊！你来我了解表示了，然后赶快，哎，等下，好了。